我細個表面謙虛，但係根本呢係好驕傲。因為點解驕傲呢？你人家喺度反嘅時間，你求紅嘛，自己呢，大家都係受咁少嘅教育嘅同時，你日日睇到佢呢保持現狀，而自己呢日日個學問好咗，一樣咁樣做事業打工好，我一路呢係上去。所以當我自己做生意嘅時候呢，我自己警惕自己，話你呢個驕傲嘅心呢，如果有嘅時候，遲早你一定中白。所以我先至做個公司名，讓做長工就係咁樣，長工不擇細流，即係唔嫌棄你細嘅河流、細嘅泉水，我都吸引你。如果唔係，點能夠成為長工？